曾經有朋友問啊，咁究竟修行成日講係嘛？修啲咩呢？咁之前都同大家分享過，其實每個人都有佢唔同嘅目的啦，好難話一樣嘢，即係可能有啲人想收佢嘅情緒，收佢嘅煩惱，收佢健康，有啲人想向住開悟覺醒，有啲人想財務自由都可以係修行嘅。係嘛？你做一個好爸爸、好媽媽咁都係一個修行嘅，係咪？咁可能一概而論嘅。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有一個6個字嘅口訣，而摩定口訣係咩呢？你真係做到呢個狀態呢，我覺得個修行就非常之圓滿啦。咁呢個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呢6個字。咁話說小弟11年前啦，咁開始辟谷修行啦，即係接觸到一班即係開悟覺醒嘅老師啦，好有緣分地。咁第一課已經教所有嘢都係一切最好的安排，因為細細個你俾人教導要食嘢啦，7日啦，3日好似係3日唔飲水，5日唔食嘢就會死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我最長試過21日啦。咁辟水谷連7日水都唔飲，咁當然啦，唔係叫你學啦，即係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嘅，即係唔係一個 advice 叫你即刻唔好飲水。咁我哋老師真係7日水谷水涼，一啲嘢食都冇事喎，而且係更加身體進入更加健康嘅調整狀態。咁老師一路循循善誘，就一路教我哋，佢話當你遇到所有嘢咧，你念呢6個字嘅口訣。咁而呢個唔係淨係辟谷嘅時候，當肚餓嘅時候念一切都係最好安排啊！突然間個人暈嘅時候都念呢句，唔知咁簡單。原來應用喺日常生活呢，所有嘢都喺你身邊嘅發生嘅所有嘢嚇，唔係話大部分嘢，係所有嘢。只要你真正理解呢，如果今日你聽完呢樣嘢，真正理解呢句説話，而真正 apply 呢，你嘅人生係180度改變。係完全不同。你真係用呢一句説話應用啊，試下30日，每一日對每一樣嘢發生，你都念一切都係最好安排。而你確信呢樣嘢呢，30日你喺你嘅人際關係上啊，你嘅精神狀態啊，你嘅朋友關係啊、工作啊、事業啊、金錢啊等等啦，都會一個好大嘅逆轉。OK。咁好啦，咁一切最好安排呢句説話聽落，喂係咪阿 Q 精神啊？係咪所有嘢都係好啊？其實唔係嘅，首先要理解，即係唔知咁簡單啊。首先要理解萬事萬物係點樣發生，佢嘅規律係咩先 ？OK， 今日落雨，你要約咗個客，跟住遲到揼濕咗。咁呢個睇落咪一般人可能哎呀搞錯啊，落雨又唔帶遮，或者啲雨就算帶咗遮都撇晒入嚟，跟住搞到我遲到，見到個客，跟住個客又唔摩拉，等等嗶哩吧啦，即係你可以好多抱怨。而你係要了解呢件事嘅發生，都係佢呢一刻最佳嘅出現，因為宇宙係一個極度平衡嘅一個存在嚟。OK。唔會有一樣嘢係多出嚟，唔會有一樣嘢係少出嚟嘅。咁都算炒少個話題嘅。之前睇三體呢本書啦，就係講緊最尾個結局就係宇宙點樣？如果有機會坍塌呢，即係宇宙都冇埋啦，係因為宇宙少咗啲質量啊嘛。OK，咁點解少啲質量？少啲質量就導致佢唔平衡咯。原來你只要喺宇宙度抽走少少嘅質量，你成個宇宙就會慢慢走向為。Hello， 多謝你聽到呢度啊！如果想繼續聽埋落去呢，歡迎去 Patreon 登記會員啦，亦都有更多深入嘅內容，同埋我哋係一個靈性同財富自由雙收嘅一個 community 啊！期待見到大家，拜拜。